哦。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神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主耶稣，你永
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为了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牺牲受难，因你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你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，得到上帝的祝福。神如此的爱我们，献上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你甘心卑微顺服，舍命在十架上。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我的意志因你变伤，无尽恩典我心感恩。我们再从头唱。顺服，舍命在十架上，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我的意志因你变伤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的神，感谢你的带领，让我们今天你的众儿女一起来这里参加祷告会。主啊，我们相信每一次我们的聚集都是神你的恩典，我
们也相信每一次聚集都有神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赞美你，我们也带着渴慕的心来听你的话语，我们更带着谦卑柔和的心，将我们所需要的来告诉你。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真实的来遇见你，经历你。主啊，我们这样感谢、祈求、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来，我今天准备2个那个平板哈，就是准备充足的意思，给我一些时间哈。那个，我们来先读一下我们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们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节哈。今天讲的题目是信仰不可缺的要素哈。那个经节好像没有哈。哦，对，好，来，那我读给大家听哈。那个，我们今天的经节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0章。然后34节到43节，好，我来念给大家听。使徒行传34章，第10章34节到43节。好，我来念，好，来34节，彼得就开口说：“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。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在犹太人之地，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，由我们做见证。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。第3日，神叫他复活，显现出来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：凡信他的人，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这是那个彼得这一篇是彼得的一篇讲道。那主要讲道的对象是在说给外邦人听的，就是犹太人听的。那这篇讲道他提到的有4个，就是一个信仰的4个要素。那里面呢，它有一个基础是在40节，就是建立在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又显现给人看，这是一个基础。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，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就没有意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般的宗教都有什么什么诞生嘛，那只有基督教有复活，只有复活节，所以也是期待我们未来教会在复活节可以办的那个欢庆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，在彼得跟约翰里面他们的那个对话里面，其实里面要讲的是圣灵的工作。这一段的讲道是由圣灵的工作产生的。那工作在2个人的身上，第一个是那个哥尼流，那第2个当然就是彼得。那哥尼流他是一个意大利人，他是一个百夫长。
然后他是一个很虔诚的那个犹太教徒啊。然后他在一天的祷告当中，他看到了异象，就是听到了声音，就是有声音跟他讲说，你去约帕的地方，去找一个叫彼得的，然后叫他来，然后他是住在海边，然后是住在一个西门，一个叫西门的家里，他是一个削皮匠，去那边找他，然后他就听到了之后呢，他就带着就是叫3个仆人，去找那个彼得，那隔一天呢，彼得他也是一样，在中午的时间，他也一样在祷告，然后他就看见有一块布，然后从天垂下来，然后里面有那个空中的飞鸟，还有走兽、昆虫，里面就是有洁净的跟不洁净的，然后那个就有声音对他说：“彼得，拿来吃。”那彼得就回答什么？我没有在吃这个不洁净的啦，因为我是那个，我是不吃那个不洁净的东西这样子，然后声音就对他说：“神所洁净的人不能看为俗物。”就这样子，一连3次，之后呢，这个布就升上去了。后来他正在想说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有这个异象？他正不了解的时候呢，声音又对他说：“外面有3个人来找你，不要怀疑，就跟他们去这样子。”那彼得就出去，真的有3个人来找他，然后他就跟他们去了，去到哥尼流的家，那看到哥尼流，就像现在这样子，他有找很多人来，这些人就是他的亲朋好友，圣经写就是他的亲属跟密友，就是亲戚跟很好的朋友，然后来了之后呢，他就第一句话，讲到的第一句话，他的感动，就是刚刚我念的神是不亏待人的，神是不偏待人的，所以我们看一下，认识上帝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看待的，他发现神是是不偏待人的，这是他第一个感受。因为其实彼得他住在削皮匠家里，那时候住在那个削皮匠是制皮的那个地方，是一个味道很不好闻，是不洁净的。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是不洁净的。他自己本身认为说，我已经都住在这个不洁净的地方，应该是算是很谦卑的。没想到神带领他到一个更不洁净的外邦人的地方去，所以他第一个感受，他终于明白，神是不偏待人，他要救一切他相信的人，所以他这样的顺服，愿意来这里，让他明白他看到的那个意象，布里面的一些洁净不洁净的东西，他终于明白他的意象，就是神要告诉他，也是告诉大家，神是不偏待人的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知道福音从传到外邦人，其实就是从哥尼流他们这一家开始的，所以他这一件事，他因为顺服到这里来，可以把福音传出去，是很感谢神的好，再来，那个神是不偏待人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他是赏善罚恶的神，将来耶稣再来，也是会有公义的审判，也是会有慈爱的救赎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；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为愤怒恼恨报应他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，
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却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是偏待人。好，神是不偏待人，所以我们顺从神跟悖逆神，未来将来是不一样的结果的。好，等一下我讲到哪里？所以呢，我们做恶、做善、好坏是非，到底标准在哪里？好，标准在哪里呢？我们看一下下一个。好，认识耶稣，受差来，是传和平的福音。好，所以我们认识耶稣是要对准神，好是重要的。所以彼得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要认识耶稣，然后耶稣来是传和平的福音。其实，在门徒之间呢，对于耶稣他的角色，他也是非常的模糊不清的哈。在耶稣传道的生涯当中，有许多人对他的见解是不同的。有人说他是先知，有人说他是拉比，有人说他只是大卫的子孙，也有人说他是约翰，也有人说他是耶利米，就是看法都不一样，就连他的门徒也看法不一样，当时大家普遍认为耶稣来是要推翻罗马政府，是要建立地上的王国，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说耶稣是要带他们做王，所以门徒之间才会在那边争说，谁可以当耶稣做王的时候，谁可以做左右啊，然后吃逾越节的晚餐，还在争说谁比较大，谁比较小，甚至还有一次耶稣他对待门徒说，之前那个耶稣是说门徒出去传福音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什么衣服，目的是要让他们有信心去传福音。但是后来时代不一样了，耶稣跟他讲说，你们有钱囊的就带着，有口袋的就带着，那如果说没有刀的啊，把衣服卖掉去买刀。结果门徒他就觉得，买刀对，就是他们的想法，就是要征战，就是要打仗，所以就回答说，我们这里有2把刀。然后耶稣跟他回答，够了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还是误会我的意思，不是要你们去打仗。所以耶稣是要来传和平的福音。那这个和平呢，有3个面向，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跟神，人跟神要和好，这个和平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人跟人。当时的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外邦人，大家要和好，然后第3个呢，就是我们个人，我们个人要跟自己和好，就是我们内心要有平安，这是他和平的意思，好，那因为当时在那个犹太教的地方，他们的教义就是行律法才能够得救，那耶稣出来传福音呢？就不是行律法的，耶稣讲的就是因信称义，因为在当时常常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受到很多的挑战，都是违背的律法，那个在安息日救人医人这些的问题，所以他面临到许多这样的冲突，所以要去改变犹太人、犹太教他们的想法，其实是很难的，但是他们犹太教认为就是要行律法，就是要守律法。才能够得救。我们知道犹太教的律法有几条吗？不知道犹太教他们的律法有613条。那613条呢都要守。那613条里面呢有365条是不能做的，还有248条。是要做的，所以365一年有365天嘛，不能做，就是天天不能做的意思，
然后248条是要做的，就是你如果做2条好事，就要做4的，然后做4个就要做8个，这样比较好记。然后加起来总共613条。那但是这么多的条例，如果做错呢，没有办法自己悔改，他们必须要透过大祭司，1年只有1次可以到会幕，到那个至圣所去赎罪，而且要透过大祭司。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哈。所以到底我们是要信耶稣，还是要行律法？其实，在圣经里面，在罗马书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因信称义。罗马书整卷讲的就是因信称义。然后另外在希伯来书，它其实讲的就是说，旧约其实行律法，它只是一个影子，一个影而新约才是实体，所以我们不是说旧约不好，是说新约实体已经来了，我们应该要以实体为主，来看待这个信仰。所以这边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这边有讲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它只是将来要来的那个美事的影儿，那个美事就是耶稣。那另外在那个哥罗西书2章16节到17节也有讲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，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其实这个是在那个哥罗西书讲的。其实圣经里面有提到很多类似的，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旧约的律法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我们做不到，因为行律法才能够得救这个部分，我们很难做到，因为经常我们都会犯错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回去看一下希伯来书8章、9章、10章、11章，都在讲，大概类似这个的意思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经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好，来希伯来书，来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约许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希伯来书8章6到7节。好，来第2个，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那渐就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好，其实这边讲的不是说旧约不重要，其实不是，旧约只是一个影儿，然后让我们知道说，新约实体已经来了。那可以讲一个，就是那个概念，就是说，像我们回到家里，我回到家里之后呢，爸爸回来了，然后结果我小孩看到我很高兴，去抱我的影子，这个感觉就是不对，我们应该还是要去找真正的父亲嘛，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行律法跟不行律法，信耶稣，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恩典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得永生，我们因信就称义。所以这个恩典呢，是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事，我们就得到的，这个才是恩典。如果说我们还要努力去做什么事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，那个就有一点像我们做工然后得工价，这个概念。神耶稣已经应许我们要给我们的，就是一定会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来去领受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认定耶稣是救主，我们唯一的信靠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见证人。第3，认识所有为主做见证的人，都是被上帝拣选的人。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为主做见证。好像
这边提到的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哥尼流，他在经节里面他有提到哈，我们来学习哥尼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哈。在使徒行传的第2节这边有讲到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们全家都敬畏神，然后常常周济百姓，也常常祷告。好，这个是哥尼流他自己哈。然后呢，我们从里面我们看到，他向他说话的天使走的时候，哥尼流他就马上去叫他的仆人，马上去找彼得。好，这代表他很顺服。然后彼得来的时候呢，在第7节，第24节这边，彼得来的时候呢，他看到彼得，他就进前去拜他。好，这个代表他很谦卑。好，其实哥尼流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哈。第一个，他常常祷告，我们有没有常常祷告？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，很敬畏神的人，而且他全家都敬畏神。常常帮助别人，而且很谦卑。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当彼得到他们家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找他的亲属密友都已经来了。这个就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一个表现，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。讲到传福音，我都会想到那个陈道雄牧师，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。在我们迦南教会50周年的时候，他来分享。他说他说我们那个长老教会的牧师要毕业的时候呢，都要讲一篇道。这篇道讲完通过的时候呢，才可以当牧师。那有一个牧师就很紧张，他就准备好的时候换他讲了，他上来讲，因为他太紧张了，结果全部都忘记。然后他忘记怎么办？他就说，那你们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吗？然后大家说，我不知道哎，好，然后他说，那你们不知道，那我也不告诉你们，他就下去了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教授说不能啊，这样子不行啊，你要再准备，下礼拜再换你。他说好，然后他又很认真准备，好，那第2个礼拜呢，他准备好又上去，他上来真的又忘记了，因为真的太紧张了，又忘记了，比我差，我还讲到现在，好。然后忘记了，然后他就说：“那个，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吗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我知道啊，因为他们想说上个礼拜说不知道就下去了啊。”然后就说：“我知道啊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那你们知道，那我就不用讲了。”好，他就下去了这样。后来教授就说：“你不能这样子，不能当牧师。下个礼拜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如果再不通过，你就要再留级这样子。”后来他也是很认真准备，然后就上台讲，然后一上来真的又忘记了，真的很不好。然后上来的时候他就说：“那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？”然后因为有过去的经验，所以他们就先讲好，就一半的人说知道，一半人说不知道，然后他就讲完了之后说：“知道不知道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好，那我跟你讲，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。”好，那个他就下去了。下去之后呢，那个教授上来就说：“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讲道，这是最棒的讲道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传福音就是知道了告诉不知道的而已，就是这么简单。”所以他就当牧师了，这样子。好，当然有传福音有很多的故事哈，那我就讲到这里哈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哥尼流是怎么样的人，有时候确实我们很难去遵循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，很难去做到，那该怎么办？第4个，对不起。好，第4个就是认识上帝如何借着圣子和圣灵与人同在，一切的事情都必须要透过圣灵运行做工，我们才能够完成。就像这一次的讲道，是因为圣灵在当中运行，再加上人愿意。如果哥尼流跟约翰不愿意顺服，这篇道就没有产生。福音从哥尼流他们传到外邦，可能就不会发生。
所以呢，顺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好，那我常常会想说，其实神他是有限的。好，我自己这样想了，为什么有限？因为他没有办法替我们做决定，因为神他已经把自由意志交给我们，他这个是非常棒的，我们可以自己决定。神除了帮我们决定之外，他什么都可以做。所以我们愿不愿意顺服，愿不愿意遵行，是靠我们自己。但是确实有时候我们很难做到，所以这个圣经节可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哈。我们来看一下经节哈。耶稣他说：“我离开你们到父那里去，是对你们有益的。”好，所以他说：“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”好，这个是上一段的。好，接下来的哈，所以这个是在讲传福音的哈。然后接着圣灵的部分的经节在这里，约翰福音14章16到18节，我们来一起来读啊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神不会撇下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孤儿，因为耶稣有差派圣灵的保惠师与我们同在。然后这里这一段经节我们来读哈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27节这边讲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很多事情确实我们很难做到，但是若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这边讲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做的事情，神会引导我们做。好，这是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一个金句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哈。我们请敬拜赞美团。从前不是从前，在澳洲，有一个海滩，很多人去那边玩水，那海滩非常漂亮。但是在每年的某一个季节，会有大量的海星，因为涨潮的关系，被浪打上岸来，所以去游玩的人就很扫兴，就只能够在旁边玩这样子。然后退潮了之后呢，海星就很多这样子，就会影响这样。但是呢，这个海星呢，如果退潮没有跟着海水回去，或者是它慢慢没有爬到海里去，太阳晒久了它就死掉了。那旁边就看到一个小男孩，在那边捡那个海星，就往水里面丢。有路过人就说，这个小男孩这样子要干嘛？没有用啊，那么多怎么捡得完这样子？就有人去问他说，你做这个没有用啦，去那边玩没有用啦。这个男孩回答说，对大家没有用，但是对这个海星是有用的。就一样做这个事。所以神他在找这个男孩，我们愿不愿意为神来做这些事情？好，那我们
来唱这个回应的诗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；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。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接下来我们来赞美与感谢的祷告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的经节。耶和华啊，尊大、能力、荣美、胜利、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被高举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。你也治理万有，在你手里有能力和全能，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。好，我们来为着3月24号顺利完成拣选第6任主任牧师，向主献上感谢赞美。耶和华是迦南教会的大牧者，耶和华神的恩惠慈爱必与迦南教会同在。第二，为陈柏之牧师成为迦南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，向主献上感谢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再次经历神的同在，再次看见长子同工弟兄姐妹同心合意，用行动、用选票回应神所呼召的仆人，让陈柏之牧师可以来到我们当中，带领迦南教会能够有新的开始。好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恩典、你的慈爱常围绕着我们，主要让我们顺利完成拣选第6任陈柏之牧师，向你献上感谢。感谢你的带领、保守、看顾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为教会来献上自己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所要重用的器皿。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全能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天天都要来赞美你，我们要高举救恩的杯来赞美你。感谢你为迦南教会所做的一切。我们在3月24号顺利的完成拣选第6任主任牧师，来献上感谢赞美。求圣灵继续带领迦南教会，透过牧师与我们有很好的同工，带领迦南教会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。主，我们要为你所做的一切来夸胜。感谢你的慈爱怜悯常常围绕着我们，我们要以谦卑的心时常来跟随你，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再来为全球国家城市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如此，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。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。好，我们为了俄罗斯总统连任求主的恩惠临到俄罗斯与各国之间，停息一切的战火，挪去一切不属神的意念，并使当地的儿童、青年世代都有机会来认识你，真实的经历神的救恩。好，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的经节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以耶和华为神的，那国是有福的；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，那民是有福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影片这个是那个台湾的绕境，这么多人，绕境的盛况好，我们来为着台湾偶像敬拜绕境，求主宝血涂抹遮盖这块土地，震动百姓的心，使全地百姓都要从迷惑中得到释放，并且能够早日的归主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偶像绕境权势必败坏，耶稣基督的名必在我们的国家当中被高举。好，再来，这是另一段影片One more time before we leave. Wow, mpaka mwisho. Wow, look at that beauty. I don't know how many 这是在肯亚的一个台湾牧师举办的一个医治特会有15000的人参加I bless you. In the mighty name of Jesus. I bless you. In the mighty name of Jesus. I bless your journey. 好，感谢神3月14日到21日，台湾有20位牧者同工，由乌牧师邀请到肯亚参加3天的医治布道大会，全世界有48的国家参加。在最后一天，在室内有专对牧师传道、长子同工，共有15000人参加。以圣经耶稣快来，教会被提，勉励同工，洁净生活，传扬福音，宣扬真道，荣神一人。愿台湾也能够转化渴慕神国的降临。好，我们一起为这3件事情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看见愿意为你献上的牧者们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求你兴起更多的牧者，愿意从世界各地来传福音，来为主来做见证。求神你的心意彰显在台湾这个地方，也求主你保守这些不相信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主啊，我们阿爸天父，感谢你爱我们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。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垂听祷告的神。一个家庭组成一个国家，主啊，求你从我们的心建造有你的爱心，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摆在前，
摆在前面，引我们走你的道路，不偏左不偏右。求主帮助柔软连任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心，使他有机会能认识你，用你的爱与各国重建好关系，和平临到每个国家，和平普遍满地。感谢主，主啊，台湾拜偶像很严重，求主帮助，坚定我们对你的热爱，持续渴慕对你的话语，不放弃，不灰心，脚跟安稳，不被偶像骗局动摇。用云柱遮盖，保护人民不受黑暗影响，洁净我们的心，认罪悔改。求你帮助，用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。求主挪去不属神的东西，让罪人知道见效并消灭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每天需要的。求主市政府官员智慧，怎么能给人民最适合的需要？求主是雇主智慧，怎么能按照员工的能力满足他们所需要？是人民不滥用资源，因为你创造万物，万物是你的，你是为好的。人民必要有感恩的心，珍惜的心。感谢主，肯亚虽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，但是他们热心的渴慕你，仰望你的爱，荣耀你的名，是不落后的。高举双手敬拜你，唱诗歌，信心的祷告，是多么有福啊！主啊，你说在后的会在前的，在前的会在后的。求主赐福在肯亚有丰盛的产业，小孩子有机会上学读书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，Amen。好，来，接下来为那个教会祷告哈。本周为受难周，在整个受难周的节期中，恳求主赐给我们敬畏悔罪的心，让我们利用这个节期来审视我们与耶稣的关系，永远不要忘记基督为我们舍命的奇妙大爱。好，第二。哥林多前书15章43节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是强壮的。为了3月31号的复活节赞美礼拜来祷告，求主让我们带着一个荣耀复活的灵，在神所赐的恩典当中敬拜他，同时为着圣歌队的服事祷告。愿在献唱的诗歌当中，借着圣灵的运行，弟兄姐妹的心被敞开，让唱的听的同受感动。第三，为教会5楼、6楼儿童牧区以及8楼的牧师馆整修来祷告，求主看顾保守整个整修的过程能够顺利。总务部在这相关的人成员有智慧来处理一切的问题，在最短的时间能够完成整修。让神的家能够更完整、更妥善的来规划运用。来，我们为了这几件事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爱我们的神，在受难的节期，让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神你为我们的罪来牺牲。主啊，我们要说你为我们死，我们要为你而活。求主你继续的看顾我们，在迦南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困难，许多要面对的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特别在5楼、6楼、8楼，我们要整修，求主你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能够尽早完成这些的事项。盼望迦南教会所用的所有的环境，所有的硬体、软体，都能够有好的来运用。谢
献上感谢，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告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来为教会来祷告。本周为受难周，在整个受难的节期当中，恳求主赐给我们敬虔悔改的心，让我们透过这样节期来省察我们与主的关系，永远不忘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奇妙大爱，以祷告的心默想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及跟随者在一周的经历，盼望我们都能从主领受属灵的启示和亮光，借此得着激励，以继续坚定的心跟随主，活出在地如同在天的生命。哥林多前书15章43节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是强壮的。我们为3月31号复活节赞美礼拜来祷告，求主让我们带着一个荣耀复活的灵，在神所赐的恩典中敬拜他，同时为圣歌队的服事来祷告。愿在现场的诗歌中，借着圣灵的运行，弟兄姐妹们心被打开，让唱的听的同受感动，祈求圣灵赐给我们勇气，大胆的宣讲真理，在复活节的节庆中能够遇见耶稣，经历主复活的大能与生命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在这个地方我必是平安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接下来我们要为教会5楼、6楼及儿童牧区场地及8楼牧师馆整修来祷告，求主看顾保守整个的过程能顺利，总务部相关成员有智慧来处理解决各样的问题，以众同工们在过程中不仅有同心建造的思维，在整合、时效、安全性、外观呈现、施工的难度、成本、空间的需要、实用性、维护性等各方面的考虑，也都有共识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的整修的神的家，更能够呈现妥善的规划与运用。谢谢主垂听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为彼此代祷，好，我们就是2个、3个，然后我们一起彼此来祷告啊。
用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，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为着教会的肢体来祷告。神的牧区为第二组带小青的先生张良洲代祷。因为未能入住复健的病房，暂时返家休养，求主保守，尽快能够找到合适的复健病房，并且得到妥善的医疗，早日康复。为着社区干事尹汝3月15日顺利的产下一个女婴，还有第18小组的秀英，3月23号顺利的产下一个女婴。好，感谢主赏赐，求主赐福保守新生儿平安快乐成长。为了青年牧区3月30号上午有投影的训练，下午有招待的训练，求主开启同工热忱的心智，为主来学习。第二，为培训运动会启动报名，为活动带来热络的连结，同工能更同心委身在教会。儿童牧区在3月31号复活节Special Agape 的活动，求主带领保守活动能够顺利，老师、孩子及家长同欢喜乐，经历神复活大能所带来的盼望与喜乐。还有儿童牧区的聚会空间，因为教会整修5楼、6楼在4月1号起将进行整修，感谢主，求主保守，让装修的工程进行都顺利平安。特别在施工的期间，聚会场地的安排能够妥善顺利。还有3月30号，雨欣考美术班，求主帮助雨欣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，有好的发挥。愿主带领雨欣为他开路，将最合适的学校班级赐给他。好，我们为这些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戴小青，他的先生，未能入住健康的病房，求主带领，求主帮助，让他们能够得到好的照顾，得到妥善的看顾。主啊，为着社区引乳跟18小组的秀英，他们顺利产下一个女婴，这是主你所赏赐的产业。我们在这当中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我们要更愿意将我们的关心献上，求主你悦纳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们为着将来教会的青年及儿童来祷告，求主来复兴将来教会青年儿童的事工，求主你圣灵降临在这个当中，求主你保守，求主你看顾，求主你带领。主啊，我们将这一切都献上感谢，接受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为着戴小青先生张良洲未能入住复健病房，求主你帮助，求主你带领，让他能够早日找到合适的复健病房，能够有妥善的治疗，在他的身上挪去一切的疼痛，医治他一切的疾病，让他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。也感谢你，让我们社区干事尹汝还有秀英姐顺利的产下女婴。主啊，这是主你所赏赐的产业，让我们在欢喜快乐的中能够感受到神你大大的恩典。求主继续保守看顾这新生儿，能够快乐的成长，能够一生都来跟随你。也为着我们教会的青年儿童牧区来祷告，求主你来复兴迦南教会青年儿童的事工。你的应许有说，在末后你要将圣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，青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我们的儿女们要说预言。主啊，我们将这样的应许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主啊，为着青年牧区3月30号投影训练招待，
求主开路，开启同工有热忱的心智，一起来为主来学习。佩群营的运动会报名开始启动，求主你带领，让活动的热忱，活动有热忱，活动能够连结更多的同工愿意委身在教会。也为着儿童牧区3月31号复活节 Special Agape 的活动，求主带领保守，让活动都能够顺利，让参加的人，大人小孩、老师都能够经历神复活的大能。也为着教会5楼、6楼、8楼牧师馆的整修能够顺利早日完成，也为着雨欣在3月30号要考美术班，让他能够有好的发挥，也为他预备合适的一个班级。主啊，求主你来看顾迦南教会前面的道路，让更多你的工人有负担的、有使命的、愿意顺服神的，能够前往那水深之处，因为那里有满满神你的祝福在那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教会全然交托在神你的手中，求主你保守带领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起立。芥菜中的星星，可以将大山挪开；小儿牺牲的应许，可以跨越困难。信心的祷告，神都听见；大声的宣告，勇敢向前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 Amen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 Amen。在基督里都是 Amen。拍掌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感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应许都是是的，你的应许都是实在的，你的应许绝不落空。我们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做成，这就算为神你的义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也是因信得永生。感谢赞美的神，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